奧馬丁用盡全身嘅力打落去，搞到自己都失咗平衡。唔知係咪個徒弟嘅功力深厚啲呢？仲要打，捱唔捱得住啊佢？馬來神功有500幾年歷史㗎啦，一直流傳到今日，當然係有佢嘅價值啦。師傅用嗰隻係鋤頭柄嚟嘅，雖然冇打斷到，但係肯定耶谷嘅手臂就會留低啲疤痕。佢能夠忍受，除咗係靠勤力練習之外，當然仲有其他因素啦。一個未曾接受過訓練嘅人，最低限度都會斷幾條肋骨，而且仲可能會內傷添。莫利沙又點呢？佢痛唔痛呢？如果話一啲都唔痛啊，簡直係冇可能。你哋都見到佢成身都紅晒，又點會話唔痛得嘅？不過除咗痛之外，佢嘅身體一啲都冇受傷到，呢點又點解釋呢？馬來神功嘅玄妙處就喺呢一度。初期神功只係限於回教嘅長老學習，其他嘅人就只有望門輕嘆。不過而家嘅門規已經冇咁嚴啦，所以就多啲人有機會學到呢種神功。哇！學習神功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。你哋睇下阿武個心口嗰啲傷痕，你哋就知道係幾咁辛苦。佢經過咗咁嚴格嘅考驗之後，已經可以畢業啦。